想管理體重，最緊要 take action， 話高就高，做自己嘅體重管理師。用 Wegovy 維瘦美，同醫生一齊規劃新生活大改革。規劃1：管理食慾。Wegovy 維瘦美，1星期1次，增加飽腹感，降低飢餓感，食少少已經好滿足。管理好食慾，自然揀到磅啦。規劃2：護理心臟健康。Wegovy 維瘦美嘅活性成分 Semaglutide 係獲歐洲心臟學會推薦嘅體重管理藥物。規劃3：信賴科研實證。Wegovy 維瘦美係由擁有過百年歷史嘅丹麥藥廠 Novo Nordisk 研製嘅 GLP-1 RA 類藥物，全球已經有超過2000萬人次使用 Wegovy 維瘦美所含嘅活性成分 Semaglutide。我哋要做自己嘅體重管理師。科研實證，1週1次抗胖護心，Wegovy 維瘦美。